啊！你出差幾日啊？個孫俾佢煩死我啊！你睇佢依家瘦猛猛，煮乜都唔食，隻眼咧好似熊貓咁樣，口仔又臭臭，你話點算好啊？唔係啊嘛，呢啲湯你都唔識煲。嗱，依家我教你呢4款湯，你記住啦。第一款先趕走啲熱氣，燈芯靠、海底椰、百合、麥冬、無花果、雪梨。哦，加水煲半個鐘就得啦，係嘛？起碼都煲40分鐘啦。嗱，第二款揀走佢啲挑嚟挑去嘅雞內金、山楂、陳皮、淮山、扁豆，最後加多個蘋果。好飲啲呢，就加多2粒椰棗落去。第三款呢，4神湯，之前我都教過你㗎，蓮子、慈實、淮山、茯苓卷、蘋果乾，再加2粒椰棗落去。最後一款呢，就長高高，太子參、淮山、慈實、羊肚菌、椰棗。可以放嚿排骨或者瘦肉煲1個鐘頭就飲得啦。哦，呢4種湯我收藏好啦。